Hi， 大家好，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下呢一款私家 design 最新嘅產品，咁就係呢一個 Honda 都市獵人系列。咁今次咧就唔係講一啲咩歷史故事，亦都唔係特別分享一啲乜嘢情懷嘅手錶，咁純粹咧就係將呢一款手錶私家 design 與潮流個性營造出最新款嘅設計，就係將呢一個腕錶咧帶入新一代年輕人嘅手上。私家 design 成名之作就係呢一個藍色星球 Blue Planet， 打破傳統獨市觀念。咁一向嘅作品咧，都係令大家有一種出乎意料想像嘅腕錶設計。佢哋冇一啲特別誇張嘅設計，但係又帶嚟一啲低調又有新思維、大膽醒目，同埋有一種毫不妥協嘅製錶精神。咁喺鐘錶嘅設計領域裏邊咧，可以講得係青出於藍。私家 design 能夠將唔同嘅目光，從唔同嘅角度咧，就吸引住你嘅呢一個品牌。咁而今次呢一款手錶就唔係圓形嘅設計，亦都冇特別酒桶型嘅厚度。咁而比起方形嘅手錶咧，佢又多出咗一份視覺嘅衝擊。首先呢一款手錶嘅顏色上邊咧，就迎合咗大家喺唔同嘅裝扮裏邊咧，就帶出容易配搭嘅顏色。咁而分別就有呢一個黑色啦、銀色同埋呢一個炭灰色。為咗迎合佢哋自主研發嘅整體手錶設計咧，就加入咗呢一個都市獵人系列嘅名。咁顧名之意就係與眾不同嘅效果。喺呢一個繁華嘅都市裏邊，亦都能夠擔任出一個重要嘅角色。錶殼就利用咗3個唔同嘅層次，再加入8角酒桶鏤空型、稜角分明幾何嘅造型，與流暢線條融合於一體。咁而 316L 嘅不鏽鋼加入咗 DLC 塗層，簡稱就係鑽石碳塗層。咁就係一種能夠提高錶殼嘅硬度啦，同埋呢一個耐磨性嘅。咁而呈現出呢一個亞光微粒嘅噴砂效果。咁而直徑咧就係 48.2 乘 43mm， 厚度咧就係維持喺 11.2mm。而工藝嘅亮點就係使用咗 X 字嘅夾板，原創全鏤空效果，加入咗呢一個細微嘅鍍角打磨。夾板與錶殼都係採用咗相同嘅技術同埋顏色嘅處理。而4角螺絲系統裏邊咧就加強咗機芯嘅穩定性，有助於抗震嘅功能。咁而眼見綠色嘅位置咧就係加入咗夜光塗層，視分秒配合翻鏤空嘅設計。咁而避免阻擋咗錶盤裏邊嘅一啲死角位，增強咗背透度可見嘅機芯結構。咁而拉開個把力仲有秒停，對於現時追求時間嘅準確性要求高嘅朋友嚟講咧，咁而呢一個細節咧就不能夠忽略。再睇翻私家 design， 連錶底咧都係魔鬼在細節。咁而呢一款嘅手錶咧就採用咗自主研發嘅自動上鏈機芯。一般手錶都係使用一啲面積較大嘅錶陀，但係咁樣就會影響咗成隻手錶嘅透光度。咁而私家 design 就係特別制定出屬於佢哋嘅錶陀，咁就係將佢變化為一個好似旋鈕咁。咁同時咧做到呢一個動力推動上鏈之餘啊，咁又唔會影響到整體嘅呢一個鏤空觀感。咁而每一隻手錶咧都係耗時90日嘅打造，咁動力儲存咧就係40小時，真頻28,800。而另外一點就係佢哋特別經過30日嘅嚴格人體佩戴嘅模擬測試，無論係佢嘅佩戴，甚至乎係走時方面咧，都一一咁提升到令到大家戴得舒服、走時準確。錶帶就採用咗快拆功能，咁而錶帶嘅顏色咧就對應翻錶殼，做翻一體式嘅設計。私家 design 呢一款 Honda 系列咧喺我哋門市就已經有售噶啦，咁啊大家如果得閒嘅咧，不妨去翻我哋嘅門市度了解下。今集嘅國潮腕錶報道咧完畢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。